Hello，大家好，我係梁記，講股講馬講心水，又同大家見面啦，都係嗰句啊，多謝大家收睇，最好就係高抬貴手，撳埋個讚，訂閱我，分享我。過去賽事啱啱星期三賽事啊，有冷有熱，小弟介紹嘅尾場嘅尾二場啊，東來欣賞20幾倍落到去10倍，正所謂落飛檔相當之誇張，跑第二啊，都叫有啲交代。尾場啊，仲誇張啊！嗰隻加州動力啊，40倍，嘣聲落到去10倍啊！近期啲落飛檔真係好犀利。咁啊點都好啦，我哋向前看啦，講翻嚟緊星期日嘅賽事啦，跑呢個3級賽皇太后杯，每逢到呢個階段，即係話俾大家聽，季尾啦啊，仲有20次到20次就係殺科啦。最刺激嘅莫過於練馬師之爭啦，啱唔啱啊？4大火車頭啊，方嘉柏、廖永明、希斯同埋沈澤成，大家都係生1至3場嘅啫。我睇仲有排鬥啊！雖然冇得買冠軍練馬師，我哋剝花生啦，睇下啦嚇，都有啲參考價值嘅，係嘛？鬥志方面會鮮明少少咯，啱唔啱啊？好啦，聽日有11場賽事，未講心水之餘咧，講下啲花邊資訊啊，俾大家聽下，睇下會唔會啟發到你哋嘅思維，揀到其他心水冷馬啦。嗱，聽日咧伍鵬志咧手齋，因為手齋2個幾月啦，聽日咧有3匹馬咧，亦配呢個見習生余幸如啊，係嘛？有10磅之減，睇下佢哋會唔會借助呢10磅重開勝門咯喎。其他嘅方嘉柏因應咧莫雷拉請假2次賽事，聽日咧有3匹馬俾呢個公司騎師報號榮喎，好似有啲考牌嘅意思咁喎，大家留意下啦。冷嘅不妨多加注意啦，熱就冇乜所謂啦，棄之無味啊，係嘛？好啦，唔同大家講咁多廢話啦。介紹心水之餘咧，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咁樣讚、訂閱我、分享我。第一筆介紹俾大家嘅2場2號戀愛狂，嗱呢匹馬咧上季都有介紹俾大家喺田泰江灣就係呢個千二路程咧爆冷贏啦。今季我都有捉佢，係喺步文1004米亦都贏嚟贏去，佢都仲係4班喎。呢啲真係佩服幕後嘅部署啦，葉楚航係嘛？到來到去都係呢個4班。今次又跑翻嚟1200咯喎，黎迪沙田1200咯喎，係佢贏馬路程喎，亦配霍雲星，火燒都唔熱，而家有20幾倍，值得一搏啊！第二匹介紹俾大家嘅3場7號呢匹知恩圖報，金城江都沉寂咗一段日子啦，係嘛？鄭俊偉馬房嘅嗱呢匹馬咧4班都能夠入位嘅喎，今次落到5班，上一場初大眼就試一試佢，後上跑過第6。輸而唔脫節啊！今次繼續跑呢個路程，金城江再騎上去，而家有15倍，值得一搏㗎啦！啊，5班馬健康正常，密出賽已經有可爭之力㗎啦。跟住落嚟係介紹4場9號嘅賀龍飛翔，嗱呢匹馬何言配嗌到啦，冷人冷馬啦啊！之前2場都係奧爾文嘅，但你都冇發現跑2場輸。都係輸3個零馬位，今次增程1400喎，留意下佢上一場初大眼罩喎，好似試準到個配備咯喎，而家火燒都唔熱啊，今次有55倍啊，真係可以冷屁當冤倒噶。下一匹介紹俾大家嘅7場13號嘅呢匹至高心得，偉達馬房配班德里，我騎咗幾次啦，其實班德里咧今季咧。贏偉達馬房嘅最多嘅騎師嚟㗎，呢匹馬咧好明顯啦，沙田1650成日都係步赤七，個死步圖馬喺度咧都有均速嘅比較。嗱，今次咧有幾匹快放馬能夠喺前面扯快步速，佢跟喺4至6位入到直路，打開佢有權入到嚟㗎，勝在咩啊？33倍。呢匹馬假啲都係自購新馬嚟㗎嘛，自購馬嚟香港㗎嘛。鬥志方面唔需要懷疑啦。
你話啊嚇，可能有啲聽眾啊馬明話減埋2分落去4班啊，但係落咗去就冇賠率噶咯喎，啱唔啱啊？我就搏呢匹。好，跟住嚟介紹8場數嘅包裝福星。嗱，呢匹馬上季都有份跑打比嘅，仲係熱門之一啊，跑第3。好啦，今季咧出賽比較遲啊，到而家都係跑第4場嘅。雖然係咁講喎，但係亦都賺咗體力嘅喎，係嘛？你哋個個跑到殘搏到殘啦啊！而家呢匹馬有17倍，呂健威配呢個希威森啊，都係冷門組合嚟㗎啊，值得動下腦筋。好啦，最後一匹介紹俾大家嘅9場13號嘅佛亮老窩。嗱，呢匹馬喺告東嚟到，始終夾唔出頭馬。今季過咗去貴福特，正所謂而家好多人都稱呼貴神啊，係嘛？好啦，佢個貴福特跑咗幾場㗎啦，都係1200米。嗱，今次過嚟親情1400啦，啊，外國1400、1600佢都係射程範圍㗎。田泰安係貴福特外將，大家都知㗎啦，啊，排多一檔，馬身個貨睇佢撞咗啊，1400米都係佢射程範圍，1200米其實係嫌短㗎，喺我心目中啊。咁無論點都好啦，既然而家呢匹馬又有16倍喎，咁咪值得一搏咯。我就介紹以上呢幾匹俾大家參考下，啱就跟多少，唔啱有冇啟發你嘅思維？簡單，其他心水冷馬啦。最大快感莫過於自己揀到嘅冷馬啊嘛，啱唔啱啊？好啦，喺呢度祝大家聽日旗開得勝，馬運亨通，下次就同大家見面，拜拜。